嘉义中部的石人社区除了有出产槟榔，过去也是制作竹仔纸的所在。为着要营造社区的特色，嘛希望讲这个基艺会当传承落去。社区也配合学校来重现制作的过程。用台仔甲纸张鼓起来，控制好条纹，再搁砍一块布起哩。嘉义县中部乡石人社区的灯疗快乐合同，彰显过去制作的功夫，互人会当来体验学习。小朋友可以运用很多元的特色，就是花的颜色或是植物的颜色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社区形态的 DIY。不止故事馆，其实在后来就是我们更新之后，会希望透过这个空间能够去串联更多山边啊、海边的社区的一些文化的内容，这样子。较早这个聚落的民众，除了种槟榔，嘛有利用竹仔来做纸，但是后来因为人口流失，产业就多，互做纸的技术险险失去。中正大学成人教育的团队5冬前来到这个所在，协助因甲做纸的技术重新搁找倒转来。可以老少一起合作这样，然后再把年轻的世代再拉进来。因为造纸是他们现在以前从古老到现在就是他们这里在地的产业嘛。那怎样子可以把造纸这个东西可以做得更细致、更精致？因所会晓做咧发电啊，因较早就是大家拢会晓做纸，阮就是你若讲叫伊起纸了，这拢因家己起的，拢会晓。啊，你若讲用纸浆爱浸竹啊，迄嘛属因家己浸的，家己浸的竹啊。社区表示，推广做纸的课程即5冬来，我们居民的参与，嘛互将来是大有发挥的舞台。未来因要开始思考提升做纸的功夫甲品质，要替这个聚落重新找到光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